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下卷第20章。迄时有一个匪类叫做示巴，是便雅悯人比基利的囝。伊分扫甲讲：大笔的王国咱无份，亚瑟的囝甲咱无关系。以色列人啊，恁拢倒去恁兜。对安尼，所有的以色列人拢离开大笔去缀比基利的囝示巴。毋过犹太人对约旦河到耶路撒冷规段路拢甲王缀条条。大笔到耶路撒冷入王宫，伊将前所留抵顾王宫的10个嫔妃，甲因关禁伫别间厝。强急因食穿用，无甲因穿裙，忍受关禁，亲像寡妇，直到因死。王对亚玛撒讲：你着伫3日内召集犹太人来我遮，你嘛着来。亚玛撒就去召集犹太人，毋过伊延前超过期限。大笔甲阿比斯讲：呾基比利的囝示巴对咱的伤害，会比押沙龙较严重。你着带你主人的军队，甲伊对入，才免伊占着坚固的城，成做咱的困扰。约押的部下甲比利提人以及众勇士，拢缀阿比斯对耶路撒冷出去，对入比基利的囝示巴。因到基遍的大石盘遐，亚玛撒来到因的面前。迄时约押穿战甲，下带刀剑的腰带，刀插伫手内。伊行进前的时，刀对手链落出来。约押甲亚玛撒讲：兄弟平安。约押就用正手勒亚玛撒的喙手，要甲伊针。亚玛撒无注意约押倒手举剑，约押用迄支剑插入亚玛撒的腹肚，伊的肠仔流出来伫涂骹，一倒就死。约押甲伊的小弟阿比斯去对入比基利的囝示巴。有一个约押的部下徛伫亚玛撒的尸体边仔讲：养互约押归顺大笔的人，拢着缀约押去。亚玛撒的尸体过甲全血倒伫路中。约押迄个部下看到众人拢停骹伫看，就将尸体对路中刷去远面，用衫甲伊嵌地。身尸对路中刷走以后，所有的人就拢缀约押去对入比基利的囝示巴。示巴行透以色列所有的支族，到伯玛迦的阿伯。比基利共宗族的人嘛聚集来缀伊。约押甲伊的军队到伯玛迦的阿伯，围困即个城，面对城的外墙起土堆，搁弄城要互伊倒。有一个聪明的妇人人对城顶叫讲：听咧，听咧，恁去甲约押讲，请伊来遮，我有话要甲伊讲。约押就行活去，妇人人讲：你是约押是无？伊应讲：我就是。妇人人讲：请听女婢的话。伊应讲：我得听。妇人人讲：古早人有安尼讲，有代志着去阿伯遐问，才会解决。阮伫以色列中是上和平、上忠诚的一座城。你是想要毁灭以色列中即个遮尔要紧的城？
爱要吞灭上主的产业是无？约押应讲：我绝对毋是要吞，也是要灭即个城。代志毋是安尼，是因为伊发现山区有一个人，比基利的囝示巴起手攻击大鼻王。恁将即个人交出来，我就离开即个城。妇人人甲约押讲：好，伊的头壳我会迄个声唱互你。妇人人就用伊的智慧说服众人，因将比基利的囝示巴的头壳ฮ็互约押。约押分扫甲，军兵就离开城解散，逐个人倒去因兜。约押倒去耶路撒冷去王遐。约押做以色列的元帅，耶和亚大的囝比人仔管辖基利提人甲比利提人。阿德兰管理罗亚，阿希律的囝约沙法做士官，示法做书记，撒督甲阿比亚他做祭司。埃尼人伊拉嘛做大笔的祭司。